为了将桂林好食好耍的所在介绍给更多人，桂林区公所自2020年开始规划办理桂林美食3部曲行销系列活动。最后第3部曲《闺蜜出游趣》美食景点套装行程，以及玩味归仁美食景点地图，就伫咧5日即天正式公布。介绍大家品尝最好吃的归仁美食、在地风味，以及最好看的归仁美景。那不管是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甚至要去购物，归仁都是一个天堂。来归仁生归刚，使得您一来再来。区公所也特别大声设计了美食地图，让民众透过扫 QR code 的方式，就会当知影桂林地区美食美景的推荐资讯。桂仁美食地图，我们有规划几个特点，第一个是1日游、2日游都安排好的特点。那有先进的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的游览，那也包括有所谓农村归农站的导览，包括七甲花卉的导览。这个可以1日游，也可以2日游。除此之外，另外我们有 QR code。那 QR code 的特点是在于中英对照，方便让台湾的友人，包含外籍的友人，都可以很方便的经由 QR code 的扫描，经由我们美食地图的一个导览，让他们很方便就可以寻觅到归仁好吃跟好玩的地方。而且美食地图不只是服务个人同胞而已，就连英文的介绍嘛有，方便外国朋友查询。真的很好用，因为扫 QR 会给你很多的 information， 所以如果你想要吃的东西，还是你想要去的地方，这个会给你。记者会现场拄好有雄狮旅行团为台中出团来台南佚佗的民众，问到因感觉台南料理口味如何，因表示。台南这边东西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玩，好玩，对呀，真的好吃，好吃，哎，真的好吃。食材很新鲜，烹调方法非常适合我们在座的各位都觉得它物超所值。然后推荐大家一定来归仁玩，尤其要来阿菊食堂吃这个中餐，超棒的。今年台南入选2022米其林评鉴城市。桂林区公所透过美食行销3部曲活动，以实际行动行销在地美食，就此提升美食店家的知名度。望未来桂林的美食有机会会当进入米其林指南，或者是被必登推介，会当让更多人发现桂林的好滋味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